珠海高爾夫獨棟別墅，建築面積195平方，實用面積去到700幾到900幾平方，總高4層，地上3層，地下1層。而家咧我就喺前花園嘅位置，單前花園嘅面積咧就有成差唔多100平方啦。前方呢個位置可以停得落3到4台嘅私家車，入戶門廳嘅位置簡約而大氣。我哋呢棟別墅咧係4面被自家嘅花園包圍。首先我哋參觀下花園啦，側花園嘅過道咧亦都係比較闊落嘅，呢一度咧可以種上自己中意嘅綠植同埋鮮花。過嚟咧就係後花園啦，呢一個咧係屬於1樓嘅會客廳行出嚟嘅花園。我哋下邊咧仲有一個負1層嘅下沉式花園嘅，空間咧係比較大嘅。單我哋1樓前後花園同埋側花園加埋咧都有200幾平方。呢一邊咧係另外一邊嘅側花園。而家我哋嘅鏡頭望落去咧就係負1樓嘅戶外花園啦。負1樓嘅採光通風同埋視野咧亦都係比較開揚嘅。好啦，帶大家遊完花園，我哋一齊入去1樓裏面參觀下。中意嘅朋友可以幫我點個讚，點個關注啊！餐客廳係採用橫廳嘅設計，闊度咧就有成8米啦，亦都係非常之霸氣嘅一個會客廳。270度嘅採光面，採用大面積嘅落地玻璃咧，成個單位更加通透而明亮。入戶門嘅側邊咧可以做一排大嘅鞋櫃。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廚房咧係做咗中西廚嘅設計，呢一種設計咧亦都係近幾年比較受大眾喜歡嘅。再過嚟咧就係休息區嘅位置啦。首先嚟睇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咧大概有12到13個平方左右，係望翻前花園嘅位置，可以作為長輩房使用。再過嚟咧就係1樓嘅公用洗手間啦，空間咧都係啱啱好嘅。旁邊咧就係第二間房，呢一間房咧係擁有270度嘅採光面嘅，望翻自家後花園嘅位置。今日嘅天氣咧係屬於陰天，冇太陽嘅。咁我哋而家見到室內嘅一個光線度咧仲算 OK 噶。好啦，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落去負1樓睇睇。落到嚟負1樓，成個負1樓咧係有200幾個平方嘅。示範單位呢一度咧係打造咗一個家庭式嘅超級會所。我哋眼前呢個會客廳咧，佢嘅闊度咧就有成10幾米啦，顯盡豪宅嘅氣派。再過嚟呢個區域咧，可以望到負1樓嘅戶外花園嘅，呢個位置咧都有成20幾個平方，可以作為一個多功能嘅靈動空間。我哋成個負1樓嘅格局咧，亦都係比較方正嘅，可以根據自己嘅 idea 同埋用途去設計啊。呢個區域咧係設計師為男主人精心而設計嘅跑車配件展示區，可以滿足到男主人嘅興趣同埋愛好。負1樓咧亦都配有一個公用嘅洗手間嘅。呢個空間唔大唔細，啱啱好。別墅當然唔少得酒窖同埋品酒區啦。喺會客廳呢邊傾完生意，再過嚟飲翻2杯，開啟獨一無二嘅高品質生活方式。裏面咧仲做咗一個保姆套間，呢間房咧大概有10幾個平方，配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呢一邊咧仲為保姆單獨設計咗佢自己私家使用嘅洗衣房。我哋負1樓咁大嘅空間，屋企每個人嘅興趣愛好通通都可以安排。呢一邊咧係設計咗以法拉利為主題嘅5D 賽車區，呢個位置咧大概都有成30幾個平方㗎。再過嚟咧就係我哋負1樓嘅健身房啦。可以擺上各種嘅健身器材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望到我哋負1樓嘅戶外花園嘅，採光同埋通風咧都係比較好嘅。出嚟咧就係我哋小朋友嘅娛樂區，我哋再行出去負1樓嘅戶外花園睇睇，成個花園嘅面積咧係有成80幾個平方嘅。中意游水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設計一個私家泳池，剩餘嘅空間咧亦都可以做一啲戶外嘅茶室同埋休閒嘅娛樂區。雙層花園嘅別墅咧，亦都係比較少見嘅，同埋咧我哋負1樓咧完全係唔會受到採光同埋通風嘅影響。好啦，我哋負1樓咧就睇完啦，大家對裝修有啲咩諗法呢？下面再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上去2樓睇睇。上到嚟2樓，二樓咧係做咗雙套房嘅設計。首先我哋嚟睇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大概有20幾個平方，套廁嘅位置咧亦都係比較闊落嘅。我哋呢間房咧係擁有270度採光面嘅，呢一間房嘅採光同埋視野咧亦都係比較好嘅，可以作為兒童房使用。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啦，成間主人套房咧係有成60幾個平方嘅，整體嘅空間咧係比較大，亦都係擁有270度嘅採光面。休息嘅位置可以擺放2米到2米2嘅雙人床，後邊呢一度咧仲做咗一整排嘅收納空間，同埋女主人嘅化妝區。再過嚟咧就係衣帽間同埋浴室嘅區域啦，呢一度咧仲設置咗擺放珠寶嘅位置。浴室咧都係按照星級酒店嘅風格去設計。擺咗個大浴缸、雙台盤嘅設計，裏面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呢一邊咧就係衣帽間嘅區域啦，行出去咧就係我哋嘅戶外天台，呢個位置咧大概都有7、8個平方，平時可以喺度邊睇書邊飲咖啡，仲可以望到綠油油嘅高爾夫景觀。好啦，我哋再上去天台睇睇，中意嘅朋友可以幫我點個讚、點個關注啊！
上到嚟天台嘅位置，成個天台嘅面積咧有成80幾個平方嘅，對面望過去嘅住宅咧都係我哋呢個樓盤嘅，而家咧亦都係正在出售當中，有2房到4房任君選擇。天台嘅位置除咗可以觀景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平時喺呢度燒下烤、開下 party。晚上嘅時候咧，仲可以吹吹晚風，數下星星，睇下月亮，可以滿足到你對家嘅所有美好幻想。好啦，呢度別墅就介紹完啦，有興趣嘅朋友請聯絡我攞更多嘅資料，或者約我睇樓啊！